针对中油目前在进行的第三座天然气接收站的工程，民众党今仔日开记者会来指控，讲中油使用国际禁用的氟氯烃这种的化学物，破坏到台湾的国际形象，而且目前当咧试做的保冷钢线材料嘛无合格，承包商佫做出着假的检测报告。中油为着要赶明年来完工，爱包商哪做哪改。民众党痛骂讲，拢无咧顾公共安全。民生产业世界拢用电，能源问题是政府面对的大课题。在咧桃园三节工程当伫咧面前赶工，希望明年会当开始供气运作。不过民众党出面批评，讲接着人通报有严重的公安问题。该保冷的器材不够保冷，还假造了检验报告。第三个，他用了国际上禁止的 CFC， 有跟厂商用的这东西，对我们台湾在国际上的形象有非常大的伤害。立法会资料内底，对则发现今年2月中油摕到头一批保冷的材料，正常检测就无合格，中经过真侪摆检测，直到8月嘛受无合格进行，嘛要求承包商对这件代志搞完整改善方案。所发现承包商检验的报告做假，9月时技术性签订改善时间的申请。落尾发现更侪造假情形，不过3节预计爱伫咧明年4月完工。立法就这期中油提出哪做工程哪换材料，是想要赶一副工期，说无伫咧顾公共安全。没有达到这个保冷这个系数，它会产生什么？增加这个管线的裂缝跟管线的这个爆炸的风险。应该全部更换完毕以后，才能够进行履约的这个验收。第二个，履约验收完成之前，不得试营运，也不得送天然气进去，8000平方米，那已经工程已经进行了一半了，那你就赶快把它停下来。而且老讲，现在时间是来得及的。针对民众党指控无伫咧顾公安，中油公司嘛派人到记者会来到现场了解状况，嘛讲当伫咧准备相关说明资料，不过到这阵也未正式对外回应。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